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有讲到台湾，咱的赖总统搁一家强调讲台美关系真坚定。印尼出现一个百米深、范围有9000平的凹，当地政府已经通报，希望中央会当来斗协助。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暗有通电话，双方针对贸易、军事等议题来讨论，嘛有讲到台湾。咱的赖总统是搁一家强调讲，台美的关系真坚定。中美搁再热线，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测试通电话。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平台答问，甲习近平讨论政治议题，包括贸易、军事、4月访问中国的行程、台湾、陆俄战争，目前伊拢叫设定。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伫通话中特别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上重要的问题。佮讲到台湾袂使分裂，爱美国一定爱谨慎处理对待军售。总统赖清德表示，台美有真好的沟通管道，台美关系真坚定，而且美中台三边的关系维持死的无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事实不变，台美关系坚如磐石。各项合作计划持续进行，不会改变。对习近平要求美国谨慎处理对待军售的问题，军购特别条例伫国会和南北真侪届走动，总统赖清德搁再公开发声。中央政府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一定要顺利审查通过，这样才能够赢得国人的信任。也不至于对台湾带来危险。川习通电话了后，拢讲到台湾，国家川普4月要去中国访问。纽约时报指出，北京当就台湾问题向川普施加压力，要为4月川习会铺路。不过学者认为，比起中国官媒甲台湾议题放伫谈话重点，川普的答文是敢简单讲到台湾，明显有争差。这个新华社的发稿关于台湾问题讲了落落等，可是川普的回应就是一句话，很简单，他说：“你们中国的关切我知道。”感觉上川普有点在，讲难听在敷衍习近平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因为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访问来对台湾政策做出很大的改变。外交部表示，持续关心美中的交流，甲美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川普上任真侪届声明对台湾的支持，也甲美国一向的对台政策。台湾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美方在内的理念瓦根有志合作，尽力维持现况。记者采访报道。咱的国造畅水南海群号今仔日出海进行第3届测试，有专家就呼吁台船公司，讲这测试项目虽然是真济，不过逐项拢也是爱斟酌测试，千万唔通因为有交会压力，就拼紧来完成，一切就爱照起工行。赶伫2年前，江南国造海群号搁再展开第3届畅水测试。7月透早为高雄港出发，这届毋但海群号台船打造的混进魔鬼鱼无人船嘛对伫边仔进行测试。军事迷伫海边的油布条大声喊，为海群号加油鼓励。军事观察家纪东文认为，海群号这届海测应该是畅50至100公尺的深度，验证相关系统，将你的所有的设备都整个验证过很多次。才能确保它在水底它的运作是正常的，所以包括整个潜舰的舰体，它承受水压的状况。海群号按照测试天数，后续海测会陆续操作深度的南船操作、整锁装备、紧急功能、舰道管理项目真济。伫1月底2天畅水测试，台船好亲像加紧脚步。军事专家指出，舰南甲水面南无共，像水下移动爱考虑水压海流，测试袂使伤着急。下面还有这个洋流，还有地底的障碍，说紧急状况。那如果说有东西故障呢，对不对？我们潜舰很注重一件事是水底逃生的问题。那你在水下水压这么深的地方，这是非常专业的事。为海上威胁做搁较侪准备，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伫媒体专访讲，海巡署统计即阵中国派出41只科研海洋调查船，航迹去到全球，其中真侪届伫关岛东西2边海峡出现，也有夏威夷群岛南北方海峡做水文的调查，显示中国野心毋但伫第一岛链，搁扩大到第2岛链。学者分析，中共的目的有可能进行舰场经营，主要是要做水下作战。
相关的这个地形资料啊，那个水温啊、海流啊、那个盐度啊、这个温度等等这些调查，因为这个其实可能都跟前舰作战会有相当的关联。海巡负责印太区域和平的第一线，关佩玲表示，甲美国海华巡防队有实质的合作，美方唔捌离开，台美会做阵组成印太和平操练。记者采访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新闻。2月8日就是日本众议院大选的日子。根据朝日新闻上新的民调显示，讲这自民党这回将有可能因为首相高市早苗的关系，有机会单独摕到过半的席次。若是佮加上维新会，安尼执政联盟就会当摕超过300席，这是占众议院的2/3。电党是中道改革联合一个政党，因的席次是恐惊会减少。有报道就分析讲，这个整合在野2大势力的新政党，因为才打成立内部也未整合，政策的立场嘛无够明确，所以若是要拍赢这场选战，恐惊是会真硬斗。那个讲到高市早苗，伊最近的声势是直抢权，抢甲掠袂牢，因为大多数的支持者拢是少年人，也伫咧即马即个网络长兴的时代，伊上新的宣传影片才短短一礼拜，就超过1亿届收看记录，就连伊用的食的物件拢真做是白种烧钱要爱的，亲像伊伫咧国会举迄支摕来做笔记粉红仔色的笔。阁有伊几落摆出席活动，关迄个乌色的卡棒，甚至是伊坐电车的时，随身载就是伊上爱食的即款四手啊，现此时是拢变甲非常的抢市，尤其是中即个乌色的卡棒，伊一卡就爱台票28000，毋过即马是已经买无啊，若是想买就爱搁等9个月才摕到。镜头我来看西非国家奈及利亚，伊是受到恐怖袭击，有一个若像甲伊斯兰国有交结的武装组织，大规模到砖头去屠杀百姓，上无是造成162个人死亡。因先甲人的双手绑起来了后，再国家枪杀，手段是非常的粗残。即马美国已经派军队到奈及利亚去协助防卫。奈及利亚西半部有2个船伫咧拜二暗时去互武装组织入去庄内开人放火，当地国会议员证实死162人，侪徛家拢向烧歹了，民众流血流地死伫咧涂骹。即届是一个叫做拉库拉外武装团体发动攻击，这个组织甲伊斯兰国钻空烫水库趁半暝下过边境发动攻击。Dari sekashukuman na bamusan da su ba, sai dai muka ji sautin bindigogi. Ya fita haka ya je shagon shi. To yana ta musu tuba suka ce ina a yau duk wani namiji ne sun kashe shi. Sai dai na gagawar shi. 红十字会讲，这个所在真偏远，州府塞车过去要8点钟，而且佫伫边境救援行动真困难。若同一天伫北部的卡济纳州嘛传出有歹徒攻击致死25人死亡。面对内国绑票杀人的代志愈来愈多，美国非洲司令部证实，美军派一团小型的军事顾问团到内国，这嘛是美军去年底对 ISIS 发动攻击了后上新的军事援助行动。Eyewitnesses say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by about 200 gunmen who fired indiscriminately and burnt down houses. The attackers are believed to be members of one of the many armed groups that have been launching deadly attacks on communities in Kwara and neighboring Niger State. 这家属咧台亲人的大体拢吼甲无声，因捌想要和武装团体达成和平协议，换一个安全，但是根本无路用。奈及利亚国内乱吵吵，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嘛批评当地政府无法度保护基督徒，放掉会阁有更较强的军事行动。即马各界拢会关心内国国军敢会当配合美军抵抗 ISIS。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伫咧印尼雅济一个所在出现一个百米深、范围有9000平的凹凹，最近这几年甚至是愈来愈大坑，连一寡车路、农地嘛拢凹落去啊，就惊说落来会换影响到徛家，所以当地政府已经通报，希望中央会当来协助。这个大坑甲公路切断，并这座高压电塔真危险。印尼苏门答腊岛中亚市的这个大坑。跌落去到即马已经25吨啊！迄当阵上早是侦测到地层损毁，过2日了，地面就开始壁溃，因为这是火山地形，土内面有真侪火山的碎坡，抑个火山灰，若含着水就会壁溃。
过去5年纳入去的范围自8100多平增加到9000平。咖啡田还有辣椒田面积拢求索，有一寡农田离断崖只敢几公尺，可能明年就无法度搁种做。Belum, cuma kan udah, cuma kan jauh masih anu kan. Yang apa ya dalam waktu dekat ini lah, 1 bulan inilah mulai kan. 为了要避免有人总日期发生危险，离断崖10公尺的所在有封锁线，才唔通挖过的警示牌仔。过去几个月，这个大坑落的速度有愈来愈紧，主要是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苏门答腊拄到强烈大雨侵袭，水渗入去地层，造成大规模山崩。即马崩落的范围已经挖过明体加输电设施，电力公司紧急下令要把这支电塔刷走。Untuk menghindari bencana sinkhole ini terhadap Tower 76, kami juga lakukan pembongkaran atau dismantling setelah konduktor kami pindahkan ke Tower Emergency。这个大坑甲中亚区唐港交界内贝尔梅利亚主要道路切断，当地政府讲，即马灾情的规模已经大到因无法度处理，已经通报中央政府调派人力甲资源协助因处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川普推动关键扩产的计划，有55个国家参加讨论，希望透过调整关税来维持绩效，嘛反制中国用削价也是限制出口的方式对别个国家做政治施压。这回台湾是无参加，不过美国国务院表示讲，台美已经有讨论过啊。美国总统川普启动关键扩产储备金库计划，邀请包括韩国、印度、泰国、日本、澳洲、甲公告等无共程度提炼甲开采能力，拢总55个国家参加，由副总统范斯甲国务卿罗比奥等美国官员出席的关键扩产部长级会议，寻求全球合作，计划透过关税调整维持绩效底线，建立稀土供应的生产线。This historic initiative will combine $10 billion in export-import bank financing with $2 billion in private sector financing, and we even expect the American taxpayer to make a profit from the interest on the loan used to start the Project Vault。根据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掌握全球70%的稀土开采量，佮生产90%甲稀土相关的加工制成品。为了报复美国的高压关税，中国嘛伫去年限制甲汽车、军工、甲科技业等相关的关键稀土原料出口，互美国加速推测关键矿产的开采甲投资。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伊伫会议里虽然无明确讲出是中国，不过表明稀土可能变做政治施压的工具。A broader mistake made by the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ed world is we all sort of fell in love with the design of these things, but forgot that in order to design something, you have to be able to build it, and in order to build it, you have to have the fundamental materials necessary to make it with. That's the key goal of a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and today it's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one country. And that lends itself to, at worst case scenario, being used as a tool of leverage in geopolitics, but it also lends itself to any sort of disruptions, like a pandemic or anything that could political instability. 虽然目前敢若伫倡议阶段，不过美国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个国家愿意参加，还有20多个国家表现真悬的兴趣。但是台湾虽然无参加这届会议，不过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甲台湾伫这阵仔的经济欢迎友好对话中，已经针对关键矿产合作做出战略性的协调。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年冬季奥运2月初6开幕，地点就伫咧意大利米兰。这也是让20年搁一届办伫咧阿尼比斯山。不过因为当地大雪落袂停，有一寡选手不得已取消练习。美国男子歌手史努比哥哥测试伫意大利加拉拉泰参加2026米兰科蒂纳冬季奥运盛会的团队，这嘛是伊自2014年巴黎奥运担任火把手了后，搁再一届承担这个重要的任务。嘛，和美国代表队献上因有教练的头衔，专门庆祝甲支持运动员。已经有真侪冬奥迷提早到位，准备欣赏这届冬季奥运测试展开的第一项比赛——混双冰壶，有瑞典对南韩、英国对挪威等强队参赛。I love watching curling. Every Olympics, I like to watch it.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all the countries compete in tonight's games.
意大利出世圣地科蒂纳严被保守经历，不过科蒂纳的赛车中心，也就是赛车、更加赛车赛道，也搁咧做最后的赶工，为切拉伫米兰圣西罗球场举办的开幕式做最后的准备。科蒂纳将会举办高山初赛、赛车顶多项的赛顶比赛。车是迄天当地当咧落大雪，搁吹强风。虽然落大雪会创造理想的赛事条件，不过赛量伤济嘛会带来挑战，包含众人注目的美国41岁出世女神范恩顶在来选手，伫个高山出世落架赛进行练习，被迫取消，勇敢付出，争取生涯第5届冬奥的范恩，顶礼拜伫个瑞士的一场世界杯比赛失误滑倒，倒边卡达乌受伤，但是伊表示状况稳定，会带伤出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全世界上介意猫仔的国家就是土耳其，尤其是第一大城伊斯坦布，遐有16万只猫仔伫咧街路热骚，市民会买饲料、买兽来甲因照顾。这个猫仔爱烦恼的，毋是无物件通食，颠倒是食了伤大苦。在伫树林，好现的目睭剃甲大蕊，这只叫做卡尼昂的猫咪其实无主人，伊住伫土耳其伊斯坦布一间购物中心的门口，平常时附近的居民会饲，不过有当阵伊比购物更较吸引人。捌一届有人偷摕伊咧困的囡仔，颠倒引起真侪居民的疼惜，毋若主动出钱甲伊买新厝，佮饲食足侪细修啊，互卡尼昂的体重一直增加。Yatağını almış götürmüşler. Sonra tekrar biz bir yatak bir şeyler ayarlayıp bırakıldı. Ondan sonra bayağı popüler oldu. Gelip geçtikçe şimdi herkes fark etti. Ama tabii daha zayıf bir kediydi. Sürekli 24 saat full mama yiyor ve obez oldu. 卡尼昂毋是个案，根据伊斯坦布市政府统计，当地大约有16万只鸡猫，大多数拢是居民咧饲，伫街头巷尾，甚至是各大明星古迹，拢看到咱是住在猫咪，互伊斯坦布得到猫咪之城的好名声。Onlar burada sevilsin, işte beraber yaşansından ziyade kedilerin işte zararlı böcek, hayvan, fare benzeri şeyleri onlara karşı sarayı temizlemek amacıyla bunların buradaki istihdamlarının birinci vazifesi bu zaten. 专家指出，伊斯兰教将猫咪看作圣洁的动物，经典嘛几若遍讲到先知穆罕默德爱猫的故事。所伫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伫15世纪攻占今仔日伊斯坦布时，饲鸟互看作以神的名义奉献，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当600多年过去，猫咪已经会晓参伊斯坦布的市民共同生存，嘛成做当地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印度因为长期禁止捕杀龙洞狗，致使这狗仔的数量上过侪，不时就有传染病或者是咬人的案例。去年当局就要求强制甲龙洞狗送去收容所，不过这收容所根本就无够，到底要安怎处理，真做大问题。龙洞狗规定伫街路拍走，这种现象印度人早就已经惯势。印度伫2001年了后禁止捕杀龙洞狗，一般民众嘛将龙洞狗看作是社区的动物咧饲，互因数量一直增加，目前全国估计有超过5000万只。敢若德里就有100万只，不过近来常常有狗仔咬伤人、咬小狗病的案例发生。最高法院伫去年8月下强制令，要求德里地区伫8礼拜内将龙洞狗送入收容所。结果，互动保团体抗议，因为现有的收容设备无够，可能致使变相的捕杀。逼到最高法院决策大翻头，同意龙洞狗只要注疫苗也是验过，就会当放出来。有攻击性也是破病的狗仔才爱收容。不过，经过这届有性命危险的攻击事件了后，印度最高法院伫去年11月又发布临时命令，要搁甲龙洞狗送倒去收容所，和爱狗的人急到这礼拜去勒克闹示威。ऐसे शेल्टर्स में जो मौजूद ही नहीं है और अगर आप केवल कुत्तों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करोड़ों कुत्तों के लिए लाखों शेल्टर्स की जरूरत है। एक बहुत बड़े ह्यूमंगस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की जरूरत है। वो कहाँ है, कब होगा, कैसे होगा, इसकी कोई बेसिक प्लानिंग नहीं 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的资料，印度因为小狗病来过身的人数排世界第一，每年平均夺走21000多人的性命，占世界小狗病死亡人数的36%。因为龙洞狗数量上大，人力甲资金又阁无够，目前治小狗病疫苗也无法度全部实施。也若强制收容龙洞狗的政策，阁反起反倒，嘛互地方政府伫个执行上进退两难。建议外国游客前往印度旅游的时，爱避免甲龙洞动物接触，也是先治小狗病疫苗。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